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詹伟民。香港立法会撤回倒翻条例，这是上新的这个事件吼。不过，这件代志起因的是香港查甫人陈同佳杀害伊的女朋友，到底要来台湾投案无？台港也咧大车拼。香港放弃嫌犯陈同佳审判权，下晝9點伊出獄。台湾刑事局两化科早就派人伫香港要抓人，不过香港政府所讲，陈同佳出獄以後就是自由人哦。香港政府无權利來採取管制性的措施，佮講台灣伫香港無司法管轄權，無願意要互台灣來抓人。香港政府無要就這件案件來配合台灣，愛嫌犯家己來投案。面對台灣直球對決，香港政府會當講是處處咧閃避，嘛當看到這個香港政府會當用這件刑事的案件做外交政治上的這個操作，過去真正攏是放風聲，嘛是咧拍假球。針對中華民國刑法總則第3條、第4條犯罪地，佇咧中華民國領域，中華民國政府自然就依法審判這個權利。這件案件嘛是同款，香港人佇咧台灣殺害香港人，台灣就依法審判權。不過香港政府若是真正主張對這件案件無司法的管轄權，接下來做法就是主動甲台灣聯絡來合法有效的解送嫌犯，唔是讓嫌犯四界爬走。今日台灣新界台灣大代志，邀請鄉親好朋友做回來關心。這部電影邀請3位來賓做回來關心，第一位是咱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吳景欽，大家好。第二位是咱民進黨立委周春美，大家平安，大家好。第三位是咱國民黨立委陳怡民。大家晚安，大家好。這件案件發展到這陣啊，上新的這是立法會撤回因的倒翻條例，撤回倒翻條例，現主席來看啦，這個反送中運動可能也袂當收煞啦。不過回過頭來看，這件案件這個起因，陳同佳殺害伊的查某朋友，現主席伊佇下晝9點互放出來。現主席伊本早講啊，今仔有放風聲講，可能坐這個中型的這個飛行機來飛到台灣要來投案。面對着這這的風聲啦吼，政治上的這個操作，嘛有人來講啦吼，啊，還有這個外交上的這個操作嘛好，也是講甲中華民國吼納入去這個中國的一部分，嘛有人安尼這個陰謀論。那教授你安怎看？講到這政治操作吼，兩邊攏有啦吼，所以講我感覺吼，這本來是一個足單純的一個刑事案件啦吼。啊，若莫舞到即馬安尼，我感覺是足好解決的。啊，我先講一個講這管轄權的問題啦吼。咱因為發生即個台人的所在攏佇咱台灣啦，咱有可能權這無問題啦吼。即馬問題就是講，即馬若講吼，香港人來台灣，台人了伊轉去，啊，香港有管轄權無吼？這是即馬咱一直咧指責，講香港一邊講你來袂管安尼啦吼。啊，不過這咱咧想一個問題吼，每一個國家迄法地吼攏無共款啦。吼，那啊，尤其是香港吼，伊是一國兩制，所以講伊一直到即馬伊施行的是英國法咯，唔是大陸的法律咯，唔是哦，是英國的法制哦。啊，英國法哦，對這個管轄權的問題吼，有一個足大的特點，就是講伊足強調屬地主義啦，屬地主義是。跟咱台灣無啥共款，咱台灣除了屬地主義，還有一個屬人主義。吼，咱舉一個例啦吼，那假設講吼，咱台灣人走去香港台人，佫轉來的時陣，吼。啊，咱會使對這個台灣人來審判無？絕對無問題，因為咱有一個刑法第7條吼，講你若犯吼，雖然講你毋是佇咧台灣犯罪，啊，你若犯迄3年以上的，啊，殺人罪一定是3年以上的吼。這咱刑法吼嘛是會使去處罰這個人，這對台灣來講無問題啦吼。啊，毋過吼香港吼，因為英國的關係，所以講伊足強調的是屬地原則，所以講吼，伊對於迄領域外吼，咱想講即屆即個事件吼，基本上吼，伊較有所保留啦，吼，啊，要怎講？就是講吼，為什麼會有所保留？就是講第一點啦，吼，因為吼，這個案件若發生佇台灣，吼，屬地主義有一個作用，就講為什麼伊佇外國袂管？就是講，這個證據攏佇倒，攏佇台灣，吼，啊，你即馬吼香港吼，你若吼硬甲起訴的話，吼，硬甲起訴的話，即馬一個足大的問題啊，證據佇倒位？是，不過咱。即陣這個政府的態度嘛，證明顯啦。中華民國台灣要來辦這件案件，咱昨嘛派這個刑事局兩化科的人入去啊。咱先看哦，你一邊若甲起用殺人罪甲起訴的話，伊要安怎審判啦吼？即擺一個重點講，好啊，咱講啊，咱這邊攏甲證據提供互你，安尼就解決啦，毋是哦。因為吼，你像講吼，證人的問題啦，證人的問題啦吼，你若敢若提供筆錄，還是講鑑定人，迄鑑定報告。你若甲遮個筆錄攏送去互香港，
这吼咱伫咧法律上叫做传闻是，hearsay，这袂使提出法律。咱台湾嘛共款，啊香港因为是英国法，这传闻法则为英国来的，所以讲基本上这的政府拢袂使用。哦，好，啊那这个政府袂使用，啊无紧啊，即马科技遮发达，啊咱就用视讯会使。哦，啊即马佫一个问题啊，你若要用视讯，你一定要开启安怎司法互助啊。哦，你无可能讲吼，拢啥物都无讲啊，直接讲，香港法院讲，无你啥物人，你啥物某某人哦，你开一个视讯，咱来交互诘问，无种代志啦，一定要有一个司法互助啦。吼，这一个问题，两边买无啦，啊过来的第二个愈大的问题，就算讲两边愿意啦，咱用视讯的方式啦来做交互诘问。啊，毋过吼，即马吼，为什么咱一直到即马吼，科技遮发达，咱嘛是爱强调讲，这个证人爱出庭，为什么？因为爱拒绝。啊，拒绝代表意义是啥？有一个伪证罪，做一个担保。因为你若无安尼的时阵吼，我话就会使乱讲啊。啊，即马问题来啊，你若用视讯，你有法度拒绝无？你有法度拒绝无？迄可能无法度啊。所以讲吼，这都面临讲这审判的困难度会足悬啦。是。啊，咱若等于讲吼，差不多伫咧今年年初的时阵，香港咧针对伊即个洗黑钱后壁单即个问题吼，咧起诉的时阵吼，你讲吼，香港的控方有考虑讲，甲即个杀人罪的即个部分甲归对加无？有哦，伊有考虑哦。你若看当初遐个资料，我看到的是讲，伊有考虑哦。是。啊，毋过就是考虑到我头拄仔即个问题，所以讲伊就放弃啊。因即个部分，这目前我看到的资料无啥共款啦。有的是讲吼，因有考虑，啊，毋过后来讲，我头拄讲这个问题，伊就放弃。啊，另外一个讲法是讲，因有甲即个即个香港叫做诉因吼，因做遮一个太人做的诉因去哩，法院袂讲这袂使。哦，因为这属地主义。对，所以讲，老实讲香港都无管这个代志吼，我嘛是感觉未见公平啊。吼，警察讲，伊开始安讲啊，讲咱要要求吼，因人甲送的这个部分，因确实较消极啊。啊，毋过恁讲伊个司法机关完全甲这个台人的这个部分完全无管，我是感觉对香港有一点无公平啦。哦，所以讲，咱来回到原点，就讲，若伫咧香港吼，你审判遮困难的情况之下，当然嘛是甲人送倒来。啊，你上好嘛？所以这个合作这个机制，目前也是无啦。对啦，啊，咱人个派去啊，目前嘛是安尼啦。啊，咱派过吼，咱老实讲啦，这你要派人过去吼，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司法权的问题啦。啊，司法权拢是主权的延伸呢。是。你袂使讲一定要先讲好啦，无咧先讲我要派人去就派人去，无种代志。反过来吼，香港啊安尼咱嘛袂使啦。吼，所以讲一定要先讲好啦。所以讲吼，这个问题就还是回到一个原点，就是讲。利用这个案件，较紧去建立一个司法互助的一个制度啦，这个常态化的制度，因为这个案件吼，唔是最后一个案件，未来有可能搁发生嘛。所以咱过来看讲哦，伫咧这个台湾台视这个查某朋友，这个香港人陈同佳，伊下载哦，已经出价啊。伊讲啥咧？伊讲吼，伫咧出个时阵有声明讲家己因为冲动啊，才会做出这个无法度挽救的挽回这个代志啦吼。伊嘛会伫台湾来投案，啊，毋过这现场足侪记者都问讲哦。敢是互人做着政治上的这个科技啊吼，互逼迫来台湾自首啦吼，伊嘛无应声就随来离开。咱先来看这个新闻片段。90度深深行礼，为去年伫咧台湾犯下香港女子伤性命案回失礼，穿蓝色外套的香港凶嫌陈同佳，总算伫咧23再起刑冤出狱。西港壁屋加下下边真侪媒体咧等台，陈同佳伫无使管好名的陪同之下，接受媒体访问。一开始就对死者伊的女朋友家属回失礼，强调愿意自首来台湾受审。唔好推啊！小心啊！受責地過真㗎，所以我願意為咗自己嘅衝動，為咗自己犯下嘅錯事，自首返去台灣服刑受審。陳同佳強調，願意為家己闖幫做唔到代志來台灣自首，嘛感謝親人對伊不離不捨。佢講對香港真實的，希望大家會當給伊一個機會。最後，對於社會、對於香港人，我一人對唔住，希望各位嘅原諒，希望各位可以俾機會我。重新做人，俾個機會我好社會。陳同佳面對媒體展現會議，不過現場媒體所關心的，嘛是伊敢知講家己變成香港甲台灣的政治條件，以及認錯敢是主觀等等的問題。去台灣諗住幾時去啊？
你覺唔覺得自己變咗個政治籌碼？覺唔覺得自己俾台灣同埋香港利用咗啊？你個認罪係咪自願㗎？係咪自願㗎？面對媒體的問題，陳東家無回應，選擇2度行禮會室裡，了後就坐牧師的車離開，去九龍灣的方向，並且開入一棟私人的客家內面。落尾媒體攏無翕到伊，因為有消息指出，已經有人幫陳東家買來台灣的機票，甚至講傳出中型航班的乘客名單有伊的名，但是最後證實是假消息。什麼時陣坐飛機來台灣自首，香港、台灣兩地攏在關心。另外，陸委會捌發函港府公權役派檢警來香港押解嫌犯，但是香港行政會議的成員湯家驊表示，香港台灣並無司法合作協議，若是台灣派執法人員押解陳東家，干來當去機場轉機處等待，並且由機管局協助安排，閣由陳東家家己過境，和執法人員會合返來台灣，強調講這是較無爭議的方法，會當充分尊重雙方的主權。記者綜合報道。咱就講到這個逃犯條例佇下晡吼已經撤回啊啦吼，啊毋過因迄着這個即件代志，就是陳東家佇台灣害死因查某朋友。咱來看講吼，伊尾也佫寫配合這個林鄭月娥，伊就講伊有辦法吼，想要有辦法來到台灣來投案。毋過伊佇這個獄中，伊佫需要着一個道歉的這個信，咱做伙來先看一下。伊講吼，伊做了無法度彌補的這個毋對的這個代志啦吼，已經知影願意來台灣來贖罪啦吼。但是伊佫講着啥？伊對不起這個香港人，希望香港會當盡快恢復這個平靜啦。一時匆忙做毋着代志。真正是真後悔，請少年人唔好行唔着路，愛珍惜前途。才有兩層意義會當看到啦吼。逃犯條例是因為伊才來這個修的吼，啊伊當陣即陣撤回了後，真正是無這個送中，還是講送台甲台灣當作是這個中國一部分啊嗎？這個部分吼，我想陳同佳香港人嚟台灣來殺害香港人，以台灣的法律，伊就是要接受咱的審判啦吼。啊！你這點談到吳老師講到講，兩邊攏咧政治操作吼，國民黨甲民進黨咧政治操作，我是無同意這種的講法啦吼。咱甲時間又倒來舊年吼，舊年這件命案是伫2月3月發生的。啊，伊的爸爸，這個被害者的爸爸，就是看無查某囝轉去香港，伊3月11來台灣報案。啊，3月13，咱這警方就查到這個屍體。啊，當然，咱的檢察官嘛是接續來做相驗、接續來偵查的動作。啊，你這個3月、4月，咱知影講這個香港人來涉案了，咱就啟動這個司法互助的這個相關的模式啦。啊，你去年5月初2，咱的立法院嘛通過這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模式，香港跟澳門嘛是準用這個條例，所以其實這個司法互助的部分是會使來做的。啊，去年到12月，士林地檢署的檢察官，伊嘛根據相關的證據、相關的咱家查到的證物，包括咱的被害者的大體，包括咱的這個監視器、錄影帶這些證物，咱嘛正式來對這個陳同佳發布通緝，所以實實在在、清清楚楚。去年台灣就是咧辦這個案件，咱無因為伊是香港人，也是其他的考慮，咱就是實實在在、認認真真咧辦這件案件。但是咧，這個部分咱家希望香港會使就這個司法互助，大家有一個溝通。但是香港這邊都是已讀不回啦。那到現在你來講這個政治操作，咱去年嘛是閣有甲香港講這個部分，這個人犯的部分，你看要哪協助？所以香港都是置之不理啦。到即馬這個階段，今仔日就像譚拄仔吳老師講，如果香港伊若是堅持講因無即個司法的審判權，因的證物、因的證據無夠，因若無即個司法審判權，你即個案件嘛是愛處理啊。因為你被殺害者是咱香港的查某囝、香港的查某囡仔呢，啊你哪會使無處理？啊要安怎來處理？你當然嘛是愛看咱相關各國甲台灣有關係的法律嘛。啊，台灣才就有這個審判權啊！啊，咱叫這個刑事的司法互助內底，你嘛會使把你的證據摕來予台灣。啊，較早咱嘛有這個移送人犯的機制，即馬就是講咱無辦法去領受的，就是講今仔日介明顯啊，這個陳同佳
荧幕上面嘛讲伊认罪，伊犯着代，伊做唔着代志，啊伊嘛讲伊写批甲林郑月娥讲伊该后悔，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咱着爱继续讲，安尼要安怎来互伊接受这个司法的审判？要安怎来彰显这个公义？要安怎还被害者甲伊的家属一个公道？这是香港政府爱去做的啊！你今仔日伊要时间，伊本来是判29个月，但是你为去年算到即马，根本就无到29个月。是安那伊会使谈即个时间就来处决，是毋是有其他的条件交换，还是讲伊啥物规伊的减刑的规定，伊会使关遐尼少工就会使处遇？这在在都起人疑窦。但是不要紧，如果你香港你无要去坚持，你有司法的审判权，啊，当然就是台湾来判，台湾来审嘛。但是这个部分你爱配合啊，你袂使讲，互这个人时间到啊，啊伊就爱处决，啊伊就是自由身，啊啥物货你都唔爱管，啊尾仔甲这个皮球要带来台湾，啊你讲咱即马咧政治操作，我认定讲今仔日不管伊是毋是被迫或者是自动的。伊的投案，还是讲伊这自白，拢毋是叫自首啊。伫咱台湾的法律上的规定，自首是即个犯罪嫌疑人，咱的侦办机关毋知影讲，即个凶手是虾米人，行为人还价是虾米人的心，那看个才叫做自首。今仔日政府摊在这边，大家就知影讲，就是伊的涉嫌上重大。涉嫌伊就是上大，但知影讲即个犯罪嫌疑人，所以你法律上无啥物自首的问题。至于说伊被迫或不被迫，这是大家政治上咧讨论的问题。但是今仔日台湾政府该坚持，咱嘛是为去年到即马，咱就是要希望伊会使。如果香港你也无要审判，你就上来台湾审判。这个部分、这个态度、这个立场，从来拢无改变过。从来咱嘛实实在在咧做这件，咱会使咱来甲追究，咱来审判，爱来甲审判，因为是伫咱台湾犯罪，咱无可能甲咱这个司法的主权把它视而不见。嘿。咱继续来看讲，这陆委会对这单东家案态度是豆豆较硬吼。10月18时阵，呼吁这个香港爱依法律这个定数来继续来。扣押啦吼，来做侦办。啊，咱台湾的伫咧尊严互惠这个基础之上咧，来提供着这个相关的证据互咱台湾。啊，19号的时阵，佫提出这个司法互助啦吼。这个因为这个本案的这个加害被害者拢是伫香港居民，咱头拄嘛讲着。但是咧，咱坐坐解哦，要甲因讨这这个证据的这个资料，也是讲连人带人。可能有法度，有当做一个司法互助的这个部分，拢是已读不回啦吼。啊，20号的时阵，就批评讲是这个政治操作啦吼，因为单系若是自愿自首，这个时间点甲这个相关的人甲这个背景哦，看会出这个政治操作这个痕迹啦吼，嘛是甲这个台湾纳入去这个中国这个框架内底。啊，21号的时阵，提这个台港的对话哦，建议台港安排主管部门哦，讨论这个处理单嫌这个个案，买当根本来解决问题。22号咧，这个派检警要来压这个姓陈的这个嫌犯哦，这个香港政府无意为着这个受害者来伸张正义，咱就要求过香港政府爱同意台湾派检警到香港来压这个单姓嫌犯。不过咧，23号就是咱得到因的这个回应，已经是讲啊，咱台湾安尼去，无尊重因的这个司法的这个管辖权。但是咱今日佫提出着6点的声明，一切恶果拢由香港政府来承担。若是香港政府先挑故意放弃家己有的这个管辖权哦，佫无要甲咱这个所提出的这个请求来看重的话哦，就是咧拖咱的时间啊，无将嫌犯交予咱。就是公然主张，互这个嫌犯自行来坐飞轮机来台湾，就是无顾到其他坐飞轮机离开这个安全，互这个想要互这个嫌犯达成这个自首的这个政治目的啦吼。这若是香港，若是咱甲这个香港共同合作，拢是互安尼香港已读不回，真正是做这个政治操作的这个混假，大家拢看会清楚啦。不过，咱会当看到这个国民党这个立场，嘛是讲政策法家湾啦吼，敢有影咧？当然啦，这个代志其实对顶礼拜四开始的，大家知影讲陈同佳吼是今仔日会放出来，啊不管伊是红判偌久，啊要放出来，伊总是伫咱台湾杀人就是伫淡水伊杀人伫台北市，啊杀人了伊尸体来迄款等伫迄款因的皮箱等伫迄款台北迄款淡水遐，啊因为犯罪地点是伫台湾。所以呢，他们都其实吴老师吴教授嘛就有讲，
因为英国它伊采取的是属地主义，就是讲你这犯罪的事实，还是伫台湾发生，伊得爱吼这个代志，伊得这个罪犯，得爱去登去到伊犯罪的所在，去迄款受到咱司法的审判。所以呢，伊陈同佳伊登去，伊逃走登去香港。伊伫香港洪审判，只是违反洗钱法，因为伊偷到迄款伊的因女朋友迄款提款卡，所以他只能够判那个部分的刑。啊，其他的部分伊即马放出来，当然就是伊即马要来咱台湾自首，啊来自首，咱大家来接受，所以得当继续来还这个被害者的正义嘛，吼，因为因老爸嘛是有来台湾3摆，吼，希望讲咱台湾会当紧甲这个迄款杀人的凶手，吼，会当紧甲审判嘛。所以我感觉这个代志，其实对咱国民党来讲，阮当然是希望讲咱执政党民进党唔通去放弃咱家己司法的管辖权，吼。一开始其实这个代志应该就是法务部大家来做主张甲对，唔是陆委会，因为陆委会一开始伊就讲袂使，伊袂当进来，他要设这个门槛，不让他进来。然后接下来内政部的迄个徐国勇部长，伊佮讲吼，伫香港较好啦，香港无死刑，咱台湾有死刑。其实讲这话吼，拢非常的不恰当啦吼。我讲这代志吼，政治归政治，司法归司法。这个代志其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志。所以其实伊也是伫陈同佳咱伫台湾发生这个代志，伊也是要对香港来咱台湾自首。当然你大概接受。问题就是讲，即马蔡政府呢，伊采取的行动就是讲一开始一定大家先签这个司法互助协定。问题就是对去年2月时间发现到即马司法互助协定中就去卡到，因为香港人要修一个逃犯条例嘛，伊要修逃犯条例后来有这个反送中的事件，反送中事件内底，香港人其实就是感觉讲，在逃犯条例内底，因还是犯罪有可能会互送登去大陆香港人可能对大陆，因为毕竟伊是一个共产国家，有可能对送去大陆去审判，伊去内底会感觉讲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才会有反送中的事件嘛。他没有反送台啊。他们是反送中那逃犯条例内底就是要处理咱会让上来台湾的代志，其中嘛是有一项是这个部分。所以即马既然讲这个凶手伊伫监狱内底，伊受到这个咱牧师的教化，愿意讲伊刑期满，伊出狱，咱当啊镜头伊出狱，伊愿意来咱台湾来接受法律的制裁。我感觉讲这是。总是一个还这个迄款被害人一个公道嘛，所以当然咱政府来接受，不过咱若是政府这个代志，不是要法务部来主导，反而是这个陆委会来设下这个关卡，不让他进来进来的这个如果就有这么多条件，又要先两边来先签司法互助协定，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让正义得到伸张了，所以我讲其实就是民进党政府呢，在做这个代志时阵，伊就是双重标准啦。因为我讲是双重标准的，因为咱大家去记得以前捌有一个是英国人，林克颖，伊嘛是迄款因为酒醉，伊开车弄死一个伊上报纸的少年人，结果就走转去英国，结果咱台湾和英国花3年半的时间。甲签这个司法互助的协定，之后要甲引渡条款，要甲引渡。不过这个林克颖，伊和这个陈同佳无相共，他死也不想回来啊，伊要伫英国，伊不爱回来，所以伊个伫英国跟再打官司，上尾最后是安怎？英国判讲这个以他服刑，伫英国服刑会使，都唔免等来台湾服刑。所以大家就知影讲，其实咱大家尊重无相共的国家，因对这个法律的制裁因的规定，所以这个代志我感觉讲也是讲什么代志，拢大家先订这个司法互助协定。大家讲台湾即马跟全世界180几个国家，大概12个国家有签这个司法互助协定。也是讲外国人伫咱台湾
台西人走回去，你拢大家先签司法互助协定，才会当甲引渡来台湾。我感觉讲，安尼可能变成外国人伫咱台湾设入呢，一个犯罪天堂。安尼当然对咱做侪国民来讲，对做侪民众看到这个新闻，拢感觉讲不可思议嘛。所以到上尾是安怎？就是舆论，大家拢一面倒，感觉讲当然你第一个伊要来，你第一个你也下来啊。你袂当讲因为伊即马还未签这个司法互助协定，你就无要互伊来啊？安尼就没有办法还这个被害人的公道嘛。到案。所以我想我下个结论了，我感觉讲我赞成吴教授的看法了。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这个代志我们不要把它政治化，因为其实这个是浪费国家资源呐，浪费太多的国家资源啊！不管是安怎，从总统咱蔡总统伊是管啥？伊是管咱两岸，伊管国防，伊管外交啊！这个代志伊定调讲啊，第一先去完成什么签互助协定，伊该要往下去走，但是这个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啦。不过咱先问教授啦吼，这个投案，家己来坐飞机投案，敢有可能？咱今日下晡下早的时阵吼，这个徐国勇伊嘛有讲咯，咱先无要限制伊这个，咱有限制伊这个入境，但是伊是加注的这个方式啦吼。伊加注是啥？因为伊有这个嫌犯这个背景啦吼。咱加注伊就是袂当用这个电子签，袂当透过旅游也是商务这个方式袂使入来。但是伊若是一入境，若是咱无抓着人，咱就会使甲抓。这甲投案甲头先委员讲有啥物无共？因为这老实讲啦，按照过去的经验啦，类似的事件拢是安怎吼？若讲真正老实讲啦，要台湾的即卖现况要签什么司法互助协议，这种足困难的啦吼。所以大部分咱面对过去面对这种情形，拢唔是用签司法互助协议啦。他拄委员提到的林克也案件咱是签一个 MOU 啦，一个备忘录啦。林克也的案件，其实嘛是伊是判刑确定毋过无管是倒一个阶段，毋过迄个咱拢是大部分拢是用个案协商的方式啊。你讲要真正要签协议很难啦若讲要签这种无管是司法互助协议，这台湾来讲足困难的大部分拢是用这种备忘录的方式较常见啦若讲真正签成讲好的时阵，大部分的情况拢是讲拢会先通知对方啦咱就讲外国，咱讲美国好啊咱就先通知咱的刑事警察局嘛，讲因那边可能 FBI 人会带这个人坐倒一班飞机，就伫个入境的时阵，就伫个海关直接交接啦嘛，毋是掠啦，因为迄边已经掠来啊所以大部分拢这种情况啦，所以讲老实讲若讲伊即马真正家己来，我嘛无相信讲伊会家己一个人来啦，我是无相信啦一定你若要安尼做的前提，一定是两边拢已经有一个先讲，拢有讲啊啦。警察讲袂使伫个台面上曝光啦，所以讲我嘛无认为讲伊若真正来是家己一个人来啦，我无认为安尼啦毋过万不伊若真正是家己一个人来。因为伊要买机票，买倒一间票来，迄是伊的自由。因为即摆伊伫香港是真正是自由人警察讲来时阵，咱没有礼拜安尼尔嘛。我是感觉讲若讲真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老实讲啦你若莫想遐复杂咱都有一个管辖权啊！而且倒是讲啦，伫个去年16月之前，我看司法法务部发的新闻稿，全部都是伊足重要讲，你香港都甲人送达。毋过法务部的新闻稿伫个去年之前我无看到讲伊讲爱签什么物件我是无看到伊甲拢希望讲问题就是已读不回啊。毋过无相话，伊的态度的准备应该是甲反送中这个台湾条例政府嘛，甲你讲啊，因为这个有政治操作这个分家。所以讲我讲加足侪物件落去这个案件就出来，母甲全在袂收煞去啊啦。所以讲我是感觉与其这样不如回到原点啊。回到原点意思就是讲不管伊要礼拜反正人就伫遐你无你也你要哪交代？这毋是讲对台湾人交代，是对迄个被害人家属，这是足重要一件代志啊。并且讲你人之外反正老实讲啦，我相信咱台湾的警察啦，检察官啦因对这个案件的搜证已经搜证足久啊，应该就足完备啊啦。这无问题啊。即个讲有人就是讲若无司法互助这个物件的话，你凭什么证据啊？无水桶咱有法度判伊什么？我这有点先看起咱的检调人员啦。因为这个案件就是从头到尾伊就是伫个台湾发生的尔嘛。你讲后壁迄段洗钱的部分。
香港已经判过啊，伊嘛是坐牢啊。啊，正常讲，他拄仔讲为什么？委员嘛提个讲，为什么啊？明明29个月啊，为什么今年算的无？伊讲伊表现较好啊。嘿啊，结果有减啦，迄毋是什么政治因素啊，迄法院减的啦，减1/3啦。啊，因为已经羁押年外，算差不多啦。吼，所以讲，即摆吼，你若过来，所谓政府还是后端的问题。啊，那前半段，就是讲吼，咱的法务部吼，一定伫个最近我有讲伊的新闻咧强调讲吼，你嘛有属地管辖权哦？为什么？因为讲这个陈同佳应该是伫个香港的时阵，伊就已经有准备啊，伊有预谋啊。啊，再来台湾杀人的，所以讲咱台湾有预备杀人罪，香港嘛一定有迄什么蓄意的计划杀人这种物件，你看起来伊嘛有行为地伫伊遐，伊应该嘛会使管，这是我看最近法务部的理由。不过咱来想一个问题啊，预备杀人大部分因为预备这个概念，这出发点，大部分的预谋预备拢是伫个当个头壳内面，所以讲你若要叫香港硬用这来起诉，我嘛感觉有问题啦。你若最后判无罪免怎？因为伊行为不合法咧。你若伫个香港，伊真正硬甲用，不管是预备杀人杀人罪，万一若真正甲采访者用这，万一若判无罪害啊！你判无罪确定了，伊若来台湾咧？所以嘛，真明，咱可能连抓都无到抓咧，有这个问题咧。所以讲我嘛是感觉讲莫想得遮复杂啦若讲无管什么原因啦，反正伊若来就逮捕就好好的大人拢莫讲伤侪话啦，好好让士林地检署的检察官，好啊，甲证据收集完整，甲起诉，互咱的法院好好去审判，大家拢莫讲话。是啦，咱嘛知影这即摆政府的这个态度，就是讲。咱地球弹出去啊！但是拄着这个香港即阵的闪片，伊即马是自由人的这个身份，要安怎抓嘛是无法度啊啦现主席安尼个看起来。其实这个部分是会使透过技术来处理的啦谈到这个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司法归司法，我想这是。原则啦，这样更明确，这也无啥物通好讲啦。主要是讲这件代志是安那，大家认为讲一个单纯的司法案件事件，会使不甲即马大家而家口水，还是整个大家拢咧关注。这当然嘛是香港政府的操作，跟国民党咱这个马英九先生的目屎，所以吵这个代志较复杂，大家较认为讲是毋是来检讨，这拢袂要紧即马主要就是讲我谈遮大家讲。去去年，我伫司法法律委员会内底，为这个命案发生了，大家知影讲香港人伫台湾杀死香港人，香港人伫台湾犯下这个杀人罪，大家咧问这个司法互助的问题。所以当初法务部伫咱的委员会就清清楚楚回答讲，伊有咧甲香港这边咧接触。谈到吴老师讲，即摆。对台湾的处境，咱无可能讲会使大家明白来签一个司法互助协定啊。但是这个 MOU 还是个案要安怎讲，这拢会使，因为这个人权甲咱保护。这个维护公益，这是普世的价值嘛？我相信香港的警察嘛，无可能讲做事讲因的人民来遮杀死因遐的噪音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技术上，我认为是会使克服。其实进前如果香港政府伊有诚意要来解决这件司法的问题，伊有诚意要用司法的方式来解决这件司法的问题，伊会使谈陈同佳，伊的服刑要期满，先甲咱通知嘛。看这个人要安怎带嘛，伊唔爱安尼做嘛，伊是即几工伊要出国啊，用一条片甲林郑月娥讲，互什么人来台湾讲，你坐你这个前提，你就是政治上的操作。你无你进前，伊要一个月还是一礼拜、2礼拜，大家来参详讲这个人犯要安怎结束嘛？既然你坚持讲你无司法的审判权，你敢袂使互这个犯罪嫌疑者伫外口大街里啊拍照嘛？无可能，但嘛无办法接受的嘛。所以你是毋是会使先来甲台湾的政府讲，咱要安怎来上这个人犯？这个技术上大家会使来讲嘛？好，你无安尼做，即马3天啊，今仔日出狱啊，其实技术上还是可以解决嘛。你这个香港的警察，他虽然说一出国伊是自由身但是伊嘛希望，伊嘛是家己表达讲，伊要来面对司法，伊要来台湾接受这个审判。咱就家看，伊会使去坐飞人机无嘛？伊也坐飞人机坐到咱台湾的国籍的。台湾国籍航空的视为我咱的领土嘛，我们就可以依法逮捕嘛。这无啥物投案嘛，无啥物自首的问题。你台湾的法治，你台湾的法律就是讲，你已经逃亡啊，你已经通缉啊，你今
仔来，我就是爱甲你逮捕，这无啥物空间。所以其实这技术上的问题会使解决，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会使解决，但是你香港政府你无要安尼做，你就是要来操作成政治上的这个送中的条例的合法性、正当性。当然，阮民进党政府当然爱来这个部分来做说明嘛。但是阮该有自信的，就是讲自去年代志发生到即马，阮拢照司法的程序拢咧做，无一个无讲去懈怠，还是讲去闹交去，这是该明白的代志。谈拄啊，陈委员伊讲着讲。啥那是无法务部出来了吼，啥那是陆委会了吼。这个部分其实咱的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都写吼，因为咱若今仔日是甲其他外交有外交的关系，这个国家当然就是这个刑事司法互助要透过外交部但是香港地区甲澳门地区，咱是透过这个港澳的地区因为相关的这个问题，我们要透过会同陆委会，所以这件代志开始陆委会出来主导。你法律上、你法制上，这是无问题，不是讲陆委会出来主张就是政治，法务部出来主张就是司法的，今仔不是法务部出来，就是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部分可能咱会使透过法律的规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是，咱继续过来看讲其实23号这天真正真奇怪，伊会当出国，伫共一天撤回倒翻条例，这个操作的这个分界真正是真明显啦吼。咱来搁看到这个港府伊这个伫咧暗示所做的这个声明，伊讲到啥咧？拒绝台湾这个来香港这个单性嫌犯啦吼。伊讲若是单性嫌犯来台湾，特区政府认为这是下境执法啦吼，无尊重香港的这个司法的管辖权。若是台方愿意处理掉单的这个自首，应该随这个取消对人的这个单性嫌犯的这个入境管制，才袂当互这个通缉令甲你有矛盾的这个所在。嘛讲到咧，杀人案发生伫咧台湾，死者尸体主要证人证物拢伫咧台湾吼，所以这个台湾对本土杀人罪有这个绝对的这个司法的管辖权。若是但要自首咧，台方应该先爱接受伊，才来主动询问、再来修正、起诉等等。伫香港咧，敢若有证据讲伊是这个洗黑钱罪啦吼，无有够这个证据来抗议其他的这个罪。不过今年这个3月时阵，正式向台湾派代表团来参详讲这个台人案的这个协作的这安排，无得到这个全面的这个回应啦吼。不过台方至今啦吼，也阁坚持香港无意思要来受理，这无反映着这个事实啦。不过伊这个香港这个声明看起来，其实针对着台湾，伊讲你后果自负。香港嘛讲这句话啦，对不对？后果自负，当然啦，不管是啥物后果啦，咱大家即马大理遮阮嘛是一个后果，但是就是讲世界上的人民，还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来看，到底对一个政府有实在咧做代志无？这去年伊爸爸来投案，这一个老爸来找无查囝来台湾投案，我们没有等闲视之，咱是做认真的，两天就把这个尸体就查出来，调相关的监视器，所以迄阵的案情跟事实证据的浮现的盖清楚啊。但是咧，咱嘛希望讲，这个部分伊会使过来，互咱来侦查但是伊迄阵就等于就互逮捕啊嘛，所以就继续拢有这个司法的这个互助，虽然大家无办法清清白白那个清清楚楚来写这个协定还是 MOU，但是这个案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其实大家拢是合作要来打击犯罪嘛。我相信香港的警方唔敢讲因无要打击犯罪，但是尾就是讲这个部分因无爱配合，尾因个可能想讲要用这个案件来讲，无咱若无定一个送中条例，咱若无定一个。这个逃犯条例，咱无办法来处理这件代志，其实无遐尼困难啊！你家己就会使去修正你的法律，就是讲你们要不要属地跟兼属人嘛？像咱台湾的法律，谈多吴老师嘛讲过嘛，咱台湾的人民如果你外国犯罪，除了一寡特殊的犯罪以外，你只要是犯3年有期徒刑3年以上的罪，咱台湾就有权利来审判嘛。这个部分其实会使调整的嘛。你纵使讲你调整了，你嘛无办法审判，你嘛会使就是要维护这个普世价值，这个彰显公义的部分，你嘛是会使甲送转啊。我谈到讲过足侪阶段，伊拢会使送，伊就是无爱送，伊要甲伊操作这个逃犯条例，伊要甲这个人犯讲我要甲送来，要互伊去投案，互伊自首，讲表示也会使减刑，这都没有办法经过
互即个事实甲证据来检验的。所以其实香港政府真正是开始咧政治操作，但是伊政治操作，咱是认为讲。当然，伊即马林郑月娥伊嘛是介艰苦嘛，介歹处理，伊嘛无办法甲中共来交代。但是咱家己的台湾的政党，咱来一致啊，要徛到阵啊！你何必去唱和即个香港的政府咧？这实在是互咱是上欢乐、上伤心、上遗憾的代志啦。是啦，所以今日看到这个蔡总统，伊今日特别讲吼，这陈同佳若是来台湾，敢若有将伊逮捕啦，无啥物，无搁其他的理由啦吼。若是讲香港政府若是无要担这个责任吼，这条代志就换中华民国台湾来处理，咱先来看伊安怎讲的。因为香港查某囡仔命案的嫌犯陈同佳10月23伫香港出狱，蔡英文嘛搁一概表示，就敢若掠起来无自首的问题。既然这个香港的政府不愿意行使管辖权替受害的香港人伸张正义的话，那这件事情就由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来处理。它是一个受通缉的凶嫌，只有逮捕，没有自首的问题。总统蔡英文强调，讲政府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代表司法正义，也有国家主权，嘛呼吁香港政府唔通闪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敢若有司法的正义卖下责任嘛，就是对这个香港政府讲的。咱来看到头拄仔这个委员嘛讲，就这个台港司法合作法规甲有这个例啦吼，过去都有这个例啊吼。咱看到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第36条，台湾地区甲香港、澳门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请求准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吼。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第6条嘛规范着。司法合作的形式包含取得证据、送文书、禁止处分财产。犯罪所得爱归还等等唔是敢若有这个遣返、这个嫌犯这个路径尔吼。过去台湾甲香港政府司法合作的这个案例2016年就关这个藏尸体这个案吼，香港男子张万里伫咧香港互这个抬死，尸体互放入去这个阿妈头内底装入去这个箱仔内底，香港警方发现这个。嫌犯有要来台湾的时阵向台湾刑事警察局要求协助啦吼。迄当阵甲这个人犯交互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做法是，台湾警方将这个嫌犯押到这个桃园机场，台港警方伫咧这个登机的空桥，甲这个人犯交互因啦吼。20名这个港警伫这个机舱内底看守了后，才落地了后，才互这个香港警察依法来这个拘捕啦吼。所以进程就安尼咧。有啦，迄真济啦，这过去差不多，因为咱台湾拢甲大部分国家拢无邦交，所以讲拢是差不多拢用这种方式啦。所以讲，像这个司法辅助，咱当然啦，即摆吼，咱就台湾的立场，当然唔讲，那有法度的时阵是最上位的，就是讲咱签一个这啦，签一个协议啦。那真正无法度，就退而求其次。就是签一个 MOU 这种物件啦，讲真正无法度，就是他拄啊，这主持人讲的这个事件，差不多拢是用安尼啦。所以讲，在面对陈同佳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到底咱是要安怎？咱是要爱上大迄个，还是爱迄个名，还是讲咱实际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啦？是。所以讲我的感觉就是讲因为即马这个情况，你要甲香港讲什么司法互助协议，根本就无可能；要签 MOU， 迄嘛无可能啊啦。即马若讲这两种删掉的时阵，就按照去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拢是袂使公开讲啦。是的啦，我嘛无相信讲香港对这件代志会完全讲咱咧真正视若无睹，安尼都有办过，我嘛无相信啦。所以讲，咱因为即马加遮侪物件的时阵大家看有点唔是袂使讲无理性啦就是讲他都回到原点，我就感觉中方讲，你就甲当做一个刑事的一个单纯的一个刑事案件去解决就好啊。若讲头讲过讲政府的部分老实讲啊，拢因拢伫台湾啦，即因免提供咱绝对要相信咱的检察官甲警察，咱绝对有迄个能力，伊若来的时阵有绝对有法度一定做，这是无问题。而且讲到讲，而且我讲我利用这个案件有这较有一个好处，就是讲虽然讲因无香港无可能甲咱签什么协议嘛，讲什么无紧，伊若人来的时阵咱起诉，因为审判是公开，咱这几年毋是拢咧讲司法改革，利用这个机会，咱看卖嘛，咱台湾的司法改革，咱的公平审判，咱用这个机会，咱全世界宣告嘛，麻烦香港知影讲，恁歹保护家己的人，阮台湾来保护，而且阮台湾毋是讲随便去处罚一个人咱有一个公正审判，咱嘛有恁程序因国法，拢有咧交互结合，咱台湾嘛是有啊，咱有一个正当的程序保障而已啊，因为这种案件一定会
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嘛，都会来嘛。借这个机会展现咱台湾的公平审判以及对被告正当程序的保障，有什么唔好？所以讲我就有当家卖喜欢叫复杂啦，就回到原点。我让补充一下无？其实就是我来讲吼，咱过去咱台湾吼，含足侪国家拢透过什么外交跟司法的途径，咱拢有咧交涉。所以不管吼，咱像讲是伫肯亚、印尼、马来西亚、波兰、拉脱维亚，都透过就司法跟外交的交涉，因为咱足侪咱台湾人吼，讲起来讲更小，拢走去个国家在做啥电信诈骗嘛，互掠着了。嘛是拢希望讲，家属嘛希望讲拢互这个我差不多讲遐侪国家拢关伫遐，希望拢嘛会当甲伊引渡，会当等下咱台湾受咱司法的审判。所以咱敢有含遮侪国家，我像讲肯亚、印尼、马来西亚、波兰、拉脱维亚拢无嘛，也没有司法互助，但是咱总是透过外交、司法的途径。甲咱这个台湾人底下咱的诈骗集团，嘛是拢甲引渡等下台湾，咱受咱来制裁嘛。所以我来感觉讲，这个代志不是讲一定来司法互助该当做的啦。重要不就是司法归司法，法律的归法律。这个代志一开始的时阵，台人的属于都杀人偿命，欠债要还钱嘛。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因为逃犯条例后来反送中。反送中的部分，咱大家知讲，咱蔡总统就是捡到枪啊，捡到枪，有多人即摆接这把枪，伊都不想要绑啊，因为干嘛讲反送中的代志，因为安尼野火燎原，所以干嘛讲伊的民调起来啊，伊这把枪伊无要绑，结果伊无要互法务部好好来甲这个代志来收山，唔是，伊即摆就是要互因为陆委会来做这个代志，该变这个。这奇奇怪怪的代志一直造出来，当然在野党我看到就感觉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嘛，而且我们当然要对咱台湾自由、法治、民主，咱大家觉得骄傲，不是安尼自我阉割，司法管辖权是咱中华民国有的权，你即摆唔是，你即摆搁要去送互香港，搁要含香港那边又跟那边643，这拢互大家看不落去啦。所以我讲这个代志。浪费国家资源太多，而且大家在那边就是口水战，不管是蔡总统法务部的部长内政部的部长，甚至苏贞昌，那大家都出来讲出来讲拢是咧阻止这个陈同佳对香港过来到上尾应该安怎？法务部你就是陆委会，你当然应该要撤销他的那个。陈同佳本来是说不准他入境，你当然就要取消，让他可以搭飞机，然后上机了之后，因为他要买机票如果说他没有入境的资格，他连机票都不能买，你得撤销禁止他入境的那个规定，让他可以买机票，然后上了我们国籍的飞机，这个时候我们的检察官如果在飞机上等他，手铐一铐，当然就带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还司法正义一个公道，让被害者他的正义得以伸张啦。所以崔秘委员敢真正自我阉割，这阵政府态度不是真明显了吗？我绝对无把这想讲自我阉割。我谈到就甲大家报告讲，伫去年阮的司法法制委员会大家咧追，而且政府嘛介明显，法务部嘛讲因去年就有3个函去香港，而且咱的士林地检署的检察官嘛，伫去年12月就对这个陈同佳发布通缉，这拢这都是介明确的司法的动作吼。谈到因讲这个代志介复杂，有一点因果关系的错乱。这个反送中条例，还有这个逃犯条例是台湾去定的吗？是香港家己定的呢？香港人认为讲因的民主、自由、法治也因为这个条例去受到介大影响，因家己出来徛溪头。这几个月这个精神是互全世界拢够足感动，绝对不是讲台湾的什么人会使去影响的嘛。这件代志会使介简单处理，我嘛希望介简单处理。如果今仔日你香港你有要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家己伫遐坚持讲你无这个司法的审判。
判权，你就会使等于要出啊前1个礼拜、前1个月跟咱协调嘛，看这个人要安怎送过来，你不需要搞到今仔日伊出狱啊，你甲讲伊是自由身，所以你无办法当伊，这司马昭之心，大家就看会出来嘛，这毋是咱今仔日才咧讲安怎就是安怎，但是我嘛要踮遮甲大家坚持，民进党监护里这个司法的部分绝对没有懈怠。去年的3次发函嘛，对伊发布通缉啊，这拢绝对袂黑白使直接黑白讲的啦。所以这个部分，司法归司法，这绝对是司法，就是归司法，司法嘛绝对袂懈怠。但是你香港无要办，台湾就会来办，互这个被害者，互这个家属，跟互这个全世界知影讲，这个代志杀人罪，这个不是大家可以容忍的。这个部分、这个尺寸、这个标准、这个原则是大家一定要去坚持的。有影啦，所以。即阵现主席啦，咱来看讲，自反送中运动开始6月，甲即阵4个月啊吼。啊，即个时间点咱头拄也冇讲到，是伤过巧合吗？还是讲是操作出来？23号要放出来，23号就会使来撤回倒翻条例，这毋是政治操作，无是啥物。所以咱搁请教教授啦，这是政治上的凿痕斑斑。咱先莫讲咱台湾司法这个问题。面对着因安尼做，即马因若是真正买机票入来咧。伊若买机票，迄咱葡萄州记啦。所以讲礼拜就照我头拄仔讲的，就是逮捕尔啊。我爱讲吼，若讲香港迄边吼，若感觉尤其是林郑，伊若感觉讲送即个源头过来吼。这个因这个抗议活动，我这嘛伤单纯啦，迄无可能啦，啊，实际上时机点是不是那么巧合的？伊讲伊出来一天拄啊，就是要撤回台湾条例一天吼，啊，这大家拢会使想啦，吼，啊，我嘛是跟一个原则的，伊讲，因为即马回不去了啦，回不去，你即马讲伤济讲到底吼，这个案件吼，从头到尾，我嘛感觉讲吼，陈同佳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就是被这个林郑吼操纵出来啊，这个大家都不用多谈啊。而讲即摆操作出来了后，讲对方真正无敢若无真正无要等公司法辅助的问题，咱到底是要安怎去处理啦？啊，我头拄有讲过啊，你要爱大爱小爱命还是爱死嘛？吼啊，我是感觉若讲吼，我感觉司法正义的追求应该要高过这些考量啊。吼，因为为什么？因为一台人嘛。生命权绝对保障啊！你无管什么司法互助、什么算计，我这种一定要伫生命权保障的下面啊。所以讲，人来就逮捕就好啊。我就是刚才讲，就讲，若讲单纯，今麦我讲一定要回到原点的观念，就是伫遮啦。啊，你就回到，因为咱若回想过去啦，若无后壁提出的什么台湾条例啊，这个案件会变成安尼无？我是感觉应该袂啦。不过反倒当然像香港政府的态度共款啊，太济人，甲引发着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死遮济人。对啊，香港政府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感觉香港这地方真奇怪啦，吼啊，无管安怎啦，啊，都惊到安尼啊，你回不去啊嘛，啊回不去啊，因若真正来等。啊？难道我们说拒门外改赶出去，迄嘛无可能啊？对不对？因为伊是咱统治啊。你若讲吼，像迄阵啊，我看到迄新闻就讲移民署因为造出去了，啊，佮注记讲，这个人是袂使入境还是什么？我感觉有点奇怪啦吼。这可能相互的部门可能要协调一下。因为4年地检署既然通缉了，为什么你移民署可以做这个注记？这个不，这个是有矛盾的，很大的矛盾啊！吼，所以讲我还是回到原点的，伊讲咱吼，与其说现在再去想过那当初怎么样，是不是这段时间？两边，你香港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哦，哇，这样给都不袂了啊！那不袂了的时阵，咱真正回到司法真理，人已经死啊，而且已经死1年外，去用台死1年外，迄被害者家属是即卖现况是求助无门的情况之下。香港买管，我讲，这就是咱台湾吼，要展现咱台湾不仅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慢慢趁机展现讲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也是讲究人权。我们处罚一个人，不是随便便，都给你送过来，随便便都给你判刑啊，不是安尼。咱已经过严密的这个审判程序来做下来集。我讲，这是一个吼，不管前半段怎么讲，就回到原点。那趁这个机会，也让告诉全世界。台湾绝对有资格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的一个典范，这是我一直讲到的啦。是啦，所以这反送中这运动已经不到即阵啊，这个咱头讲的时间点可能是真正太巧合啦。但是回归到咱台湾处理的这件案件所引发的这个风风雨雨啦吼，选举上会影响到无？这个部分还在观察，但是我相信啊。
是不是自由，是不是民主，是不是法治？啊，你这个政党是不是有捍卫咱台湾这个自由、法治、民主？我相信人民的目睭拢该雪亮了哈。你这个政党是不是把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下伫第一位？好，这是咱台湾值得骄傲的所在。啊，民进党你这个部分责无旁贷，这绝对是咱来绝对来全民来捍卫啦。所以委员咧。这对国民党加分，还是减分，还是民进党失分？我是感觉讲吼，因为其实对反送中事件吼，蔡英文也是扣到册哈。啊，当然这个代志嘛是让大家觉得说，因为蔡英文一直在制造这个亡国感嘛。吼，在有关美国吼杜克大学引导调查，即摆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拢感觉讲啊，可能台湾这国家可能会亡掉了，不管是极独或者极统，都会亡掉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亡国感？那就是对于这个国家没有信心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讲就最重要的是，大家对这个执政党不要在这个地方操作这个东西，所以应该要拼经济比较重要啦。然后呢，我们的主权啊，我们是个主权独立的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要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啦，我们就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自由民主，所以我刚刚说不要去相信这类亡国感，对不对？啊，如果一定要这样子去操作呢，有时候是会使这个恶果。所以这个回归到司法的正义啊，这桩案件，但当家这个案件来当实现到司法的正义，会当看到这个台湾主权的这个延伸，嘛当看到咱主权这个定调，第你家己手来了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做回来对话，做回来讨论，感谢。